第一次飲佢呢，我就即刻就復購㗎啦。呢隻鴨屎香咧係用鳳凰山中嘅高海拔茶園嘅春茶作為原料，單叢茶技藝傳承人林亂江2度火炭焙，飲起身味道足夠襟爬。鴨屎香佢係香，乾茶呢有一種銀花香嘅，沖落嗰啲水啊嗰啲湯啊有花果香，就適合中意清鋭香氣嗰啲老友。蜜蘭香係甜嘅，蜜香打底纏住啲蘭香，湯潤喉韻長，至啱中意咧順口感嗰啲朋友。飲一啖就醒神晒。今日咧價格低至188蚊2大袋，每袋有成半斤重，250克，有個禮袋加埋3泡嘅贈品俾你飲。記住呢個名，雪片鴨屎香。老茶客都話啦，飲過一次咧就翻唔轉頭。今日唔買2袋翻屋企咧，就浪費俾大家呢個優惠噶啦。唔係你飲唔起啊，而係好茶實在太難得啦。你就可以抱住退貨嘅態度去試下佢先啊嘛。